第一個咧，正咧就係要保持一個規律嘅生活。開始咗自由工作之後咧，一開始嘅時候我就瞓到自然醒啦，因為當冇咗一個老闆或者同事嘅監督或者一齊做嘢之後咧，不如玩下先啦，睇下戲先啦，又拖延到去聽日先做，久而久之咧，做嘢越嚟越慢，甚至乎咧連嗰個工作嘅鬥志都冇埋添。唔知大家有冇一個經驗呢？就係當可能11點我哋仲未瞓醒，但係個客已經打過嚟嘅時候呢，其實係好手足無措啦，唔知點樣去應對。早睡早起呢，有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可以跟翻我哋個客人嗰個規律啦，即係嗰個作息習慣。咁當個客人最忙嘅時候，可能我哋亦都有其他人忙緊。當個客想聯絡我哋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準備好一切，咁同個客聯絡。以我自己為例呢，而家我就俾一個習慣自己，就係呢，每日呢都要食到早餐，每日最遲10點半要起身啦，提自己一定要食早餐。但係呢，當呢個習慣建立咗之後，就可以慢慢再提自己再早起啲啦，即係譬如可以慢慢翻到去以前嗰種工作嘅規律。一個呢就可以幫自己安排翻一個合適嘅生活習慣啦，就唔會因為自由工作呢而令到自己嘅生活都亂埋。